倫敦從霧都到清新空氣之路進步巨大，但係仍然需要走得更遠。霧都呢個名曾經係倫敦嘅象徵，咁但係就唔係好有詩意嘅薄霧，而係混合咗煤煙同埋廢氣嘅毒霾啊！1952年嘅冬天，逆溫層令到污染無處可逃，成個城市陷入昏黃之中。5日之內，超過1萬人死於呼吸困難。嗰場大煙霧令到英國終於瞓醒咗啦。1956年嘅清潔空氣法案出台，燃煤取暖逐漸被淘汰，無煙區亦都相繼設立，倫敦開始得以重生。70年之後，呢個城市咧終於就成天光晒啦。低排放區同埋超低排放區先後啟用，高污染車輛被逼退場。2023年 ULEZ 擴展去到成個大倫敦區之後，氮氧化物嘅濃度下降咗接近一半。電動車而家遍佈街頭，黑的士有一半已經改咗為零排放型號。能源結構轉去天然氣同埋可再生能源，地鐵同埋巴士越嚟越乾淨。倫敦唔再係大家印象中嘅煙霧之城。不過成績就唔代表終點，空氣污染仍喺度日日奪命啊！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有大約800萬人因此早死。英國研究指出，淨係2019年就有接近5萬宗死亡同污染相關。倫敦每年呢都有4000人因此喪生。呢啲數字唔單止係警告，亦都提醒咗空氣改善咗啦，但係仲未夠乾淨。倫敦嘅經驗值得肯定，亦都應該被複製。曼城、伯明翰、碧仙圖仍然困於擁堵同埋廢氣之中。地方政策遲疑，民意分裂，空氣就冇邊界，污染力都不分南北。如果就係得倫敦得以呼吸清新空氣，其他城市仍然俾煙霧籠罩，所謂環保咧都不過係地圖上面嘅幻象。真正嘅進步係想像一個冇排氣口嘅時代，街上所有汽車都靜靜滑行，只係得輪聲同埋風聲啫。我哋嘅仔女或者佢哋嘅仔女咧，可能會問翻我哋：你哋以前點解可以喺咁污糟嘅空氣裏邊生活㗎？到咗嗰陣時咧，呢個問題或者咧就聽得起嚟，就可以話難以置信啦，亦都應該如此嘅。倫敦從霧都變咗做而家嘅清都，係政策同埋科技嘅勝利，亦都係文明嘅自省。咁但藍天咧就並非永久，潔淨咧亦都唔係一個宿命，唯有持續執行，全國並進，先至可以確保呢座城市唔再重返霧影。乾淨嘅空氣唔應該係特權，而係應該係每一個人嘅基本人權。